外長王毅同日就會見咗黑石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蘇世民，讚賞對方長期喺中美間奔走，促進人民交流同兩國關係發展。又話中美關係係當今最重要嘅雙邊關係，和平共處係必須守住嘅基本底線，平等尊重互惠係正確方式，脫鈎斷鏈唔係現實理性選擇，對立對抗只會兩敗俱傷。雙方應該開展有效溝通，妥善解決分歧，推動中美關係實現穩定、健康、可持續發展。蘇世民希望雙方加強溝通，消除誤解，推動各自發展繁榮，願意繼續為此積極努力。有線新聞葉建生報導。外長王毅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會晤，呼籲加強溝通協調，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回到正軌，並不斷健康穩定發展。王毅指兩國關係近年遭遇一啲挫折，要面對面交流重建互信，重申應該堅持夥伴而非對手定位，合作大於分歧嘅基調。期望瑞典以獨立自主嘅戰略思維同長遠眼光看待發展雙方關係。斯蒂納加德就指，二人進行誠摯同重要交流，就雙邊重要議題、安全問題同氣候變化等等交換意見，重新面對全球不穩局勢，雙方要加強溝通，又歡迎中方對瑞典實施免簽政策。新疆伊犁霍爾果斯口岸係連通中國同中亞國家嘅樞紐，其中中國同哈薩克共同設立嘅經濟合作區，除咗促進區域經貿之外，亦都正係加強文化交流。張俊熙喺新疆報道。新疆同8個國家接壤，其中喺伊犁嘅霍爾果斯邊界之隔就係哈薩克。遠溯隋唐時期，霍爾果斯已經係古絲綢之路西域嘅重要通道，今日成為新疆外貿重鎮。舊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014億元人民幣，增長43%。口岸目前除咗公路貨運24小時通關，連埋鐵路可以連接中亞、中東以至歐洲。好似呢啲大型風力發電設備都可以喺呢度集中查驗，令到通關效率大大提升。為咗進一步加強兩地經貿往來，中國同哈薩克喺邊界設立咗跨境經濟合作區，以封關嘅形式營運，憑住護照或者出入境通行證就可以入去買到兩地嘅農水品。其中中方遊客每日有8000蚊人民幣免稅額，舊年中方嘅進出人次達到759萬。在這個合作中心呢，之前呢也是主要是以這個貿易洽談和這個商品展示為主。下一步呢，我們也是希望能積極的去發展一些這種跨境的這個文旅，促進這個中國和中亞國家的這個人文交流，更多的去發展一些這個比較正向的這個娛樂產業，還有一些就是讓我們這個中國的這個傳統的這個文化呢能走出去。合作區嘅邊界只係一步之隔，呢一度係哈薩克，行前一步咧就係中國。邊界方喺呢度交通同旅遊有1到除咗海事部隊喺前積極同全國建設希望各方有線粵港澳三地首都。